欢迎光临栾资羊肉铺，我是主理人杨栾资。杨栾资啊，这把你是哪两只羊肉子？1000一颗。现在咋不让人了？皮卡你懂理子人，我们这里，哟靠，杨帅哥，你抖成这个样子干什么？冷啊？哎呦，你看看你这个小伙子呢，啊，真是的，真叫火了，这么冷的天，棉毛裤都不穿一条的啊？等帅了，帅什么帅？等你老了，我跟你讲，搅馒头你觉得痛，熬老来不及，知道吧？啊，来呀，你呀，真叫好个，你到日子看看呢，过过呢。以后等他这个棉毛裤，确定了穿好了，你再让他出去啊，知道？真家伙了，你这个做爸爸的，他这人，好了，不要抖了，不要抖了。这样，黄叔叔请你去吃碗羊汤好了，今年还没吃过羊汤了哇？啊，是的。哎，走了走了，黄叔叔我也想吃，走了，黄叔叔请客。欢迎光临栾资羊肉铺，我是主理人杨栾资，请问几位呢？啊，叫什么？乐滋羊鸟弟啊？这是什么名字啦？哎，鸾鸟听说过不了？鸾鸟是凤凰类的神鸟，姿态华美，所以叫栾资。只有帝王般才配得上如此的称赞，而我的羊肉铺就是鸟中栾资，羊中帝皇。啊，是，我记得了，乐滋也太强，就是好吃的意思啊，是的。哎呀，我懂的呀，我们三位。大叔一看就是文化人，一听就听懂我的意思。有些人我跟他讲半天，我根本讲不懂，真的老费劲了。来，大叔，这边请。三位今天想吃点什么呢？要不要尝尝我们的招牌小份羊汤380，大份带骨羊汤880啊？现在羊汤都这么贵了，小碗是多少？哦，就这么小一碗，要我380块钱？你这个瞎弄了，小伙子，这个价格不对，你凭什么来？正常我外面吃了个羊汤，外面300块钱，我们3个人吃的飞起来了。哦，是这样，因为我们家的每只羊都是自己养的，每只都是纯种阿尔巴斯山羊，而且我们每一天的羊汤都只取3年生公羊的骨髓和腿肉慢炖12小时而成，而且中途我们还会用陈皮、甘蔗去膻，羊肉不柴不腻，入口即化。而且为了保证每一碗羊汤的口感和新鲜，我们店每天只限量供应12碗羊汤。你们今天能吃到，真的超有运气，运气超好，平时来不一定吃得到呢。你不相信，给这位小帅哥尝一尝就知道了。杨帅哥，好吃啦啊？哦，好吃的，哦，鲜的，哦，那我们都要尝尝看的了。那直接来3碗大的吧，也别小的够谁吃啊？钱不是问题啊。今天也算尝尝鲜了，人来呀，人家吃过，你有没有从来没有吃过880一碗的羊汤嘛，是吧？来个3碗大的。哦，这个羊肉子，这把是哪两只羊肉子？我和老杨要吃的。哦，我明白，您是指羊宝对吧？会吃，有，今天正好还没有人点，1000一颗，一只羊肉子也7块啊，比羊汤还要贵啊。哦，因为我们家是花椒炖羊宝，非常的滋补，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的，真的。你想嘛，一只羊总共就2个羊宝，物以稀为贵嘛，1000一颗，很便宜啦。很多上海、浙江的客人慕名而来，特意要去点我们的羊宝呢。哦呦喂，今天吃顿羊汤弄得我大出血了，杨帅哥，来呀！哎呀，乐子，今吃小猪你吃，过来吧啊！3位，味道这个羊汤味道怎么样？你是？哦，我是老板，我叫杨巅峰，你好。啊，你是老板？那他是谁了？哦，他是我儿子，我刚刚进去上厕所了，让他过来帮我忙的。哦，讲道理啊，你这边羊汤味道是真的蛮不错的，蛮鲜的，但是这个价格有点太贵了，我们3个人吃下来，夯不啷当要吃5000块钱了，将近。啊，要5000块钱？怎么可能呢？3碗羊汤，2个羊宝，算你120块钱好了，怎么可能5000块钱呢？我们这里是出了名的实惠的。你儿子自己说的呀，说1碗羊汤880，2只羊肉子2.7块，是到底多少了？啊，120块钱倒蛮划算的。现在咋不让人了？皮卡你懂理子人，我们这里好啥呢？我吃少了，我外地中国有中一天忘了点谁都想。我说了3包够了，3。好了，杨巅峰，别打了，你儿子以后做销售倒是一把好手，把我都忽悠进去了。好了，